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领导，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晚上好。首先对您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各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由浙江电视台影视娱乐频道主办，由浙江省演出有限公司协办，由绍兴小百花越剧团、余杭小百花越剧团共同协办的北大富西康2015第2届越剧春晚越剧名家精品专场的演出。我是主持人小杨。各位晚上好，我是浙江电视台影视娱乐频道的主持人杜冯心怡。今天晚上非常荣幸和各位戏迷朋友们相约在这里哈。首先呢，我们要感谢北大富西康雪元康对2015第2届浙江越剧春晚的鼎力支持。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华信药业企划部副部长彭强，为北大富西康雪元康2015第2届越剧春晚越剧名家精品专场致开幕词。掌声有请。华信药业是一家源于北京大学的高科技的这样一个健康的产业公司，和众口流传的越剧一样，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次羊年新春来临之际，我代表华信药业北大富西康雪元康给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拜个年，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羊年大吉，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彭部长。接下来就有请上海越剧院红楼团的张咏梅和来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吴凤花共同出演《打金枝闯宫》，掌声有请。
这世界之上，何者为大？天地为大，何者为真？父母为真。你在家的时候，孝顺父母；在家之后呢，尊敬公婆。且有来，你既知道出家之后尊敬公婆，今日是你公婆吃得上手，你为何不去背书呀？啊！要知道你我的身份不能比，凤凰恰鸟一高低。你是唐家的陈明子，我乃是金枝玉叶帝王的后儿。可哪？父王之意，先却白首，看讲起来就是你父王嘞。父王怎么样？他虽不能先却白首，也要赔上一份厚礼。何况是你？我又怎么样？你是汾阳王的儿媳，国爱的妻子，是配。哼！你国家虽有些功劳，尽管开出光颜，藐视我皇家。啥不是我皇家的恩泽，哪与你国家父子的富贵？江山从不弃。
当量你也不管当，哼！你真的当我了？你当我吧！各位要看到的就是来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越剧名家陈飞等演员为我们带来的越剧风建明选场。你看，大家掌声就起来了。其实说起陈飞，大家非常熟悉，是我国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老师的弟子，而且呢，他也是国家一级演员，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所以各位，掌声有请。那天放这狂妇是谁的旨意？是小妹的旨意。哼，一个小小的丫头，哪里来的胆量，也没有那么大的旨意。这真是我的旨意。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那日小婢替相爷上茶，听到相爷和朝臣大臣商议要去讨钱，那你就去报信啦。是。
我看你是没有讲实话嘛。相爷，讲我小婢是死不来的呀。他等，来呀，菜，把他的舌头割了。相爷饶命！看你这公无言男女，同时死。相爷，小姐救命！小姐救命啊！让他是小伙子的肋骨杀气不息，小姐救命啊！小姐救命！小姐，你不也他好了，小姐他你放呀！小弟放呀，不也他！你不要做什么？小姐。
就是因你而起，因你而起呀！一趟去远送娘去，企图也是死跟人怨。你妄称如此出神时，曾把天地灵气时，却因我深深摆不住语，这叫这戎马不分，长安今朝是两分血红光相看水。到此今，你与我这前车事。去见你了家绵绵恨与要等到那声夫妻团圆呀！夫君心中似无一丝，莫独这思讨不过，为妻能不去访吗？不，你既已答应，怎可轻生啊？等我为累，将这祈愿踏踏于天下，等你为累。徐泽峰隐然背弃，也在名叫不平啊！哦，那徐泽峰也在名叫不平。
来我们就要用热烈的掌声，请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敏和他的搭档吕派花旦陈翠红，为我们带来越剧《女驸马》，有请。掌声有请。公子，本宫夜多人稀，不读诗书，便不能安生。公子贤妻，就算是此，你也要早些安息。是，本宫随后就来。卷兵万岁岁，万一什么心事啊？既不心事，为何伤泪情深？这个公子不必
呀！哎，生死不安，还是应非的好。驸马，请用。驸马，这饮酒要小心才是。多谢关怀。公子，你先回房安睡吧，待本宫送你回房。这弥天他在吊地。叫来相思啊。
老母在堂，可有贤妻？这个什么这公大姑的？总有贤妻，你实顾清楚，我也不会将罪于你。我哪来的什么贤妻哟？既无贤妻，是什么精神缘分了将尽？这是什么夫妻相逢，再来分你？公子啊，事到如今，我就对你实了吧。王家体面更何曾？有此月相，又难桥有谁情比须乱草地，公子清溪来的侬且用名语。
想一贫爱富贵，富也里郎10千金。明年是为救富民，千里奔赴到京城，实质取得功名不有据，有才子恰被朝廷惊动美。君有何本事？公子身上在身中，人子笑，明显女子谁可敬？皇上的苦水我要18载，刘彩萍苦读年华16岁，观音建造银台女，生生世世爱两生，这都是父母因病爱富贵，女儿不偿恩爱情。我虽然比不得前朝严嵩，女婿夫我也不顾身。公子也是为中女，难道不披荆相恋，两夫妻？皇上你不听，不是君王三旨意，不是丞相做媒人说，真正有天大堂，也不管冒昧进宫为谁，今朝话对你讲，才能去公子去自尊，不料公子在该次念我举夫一心，公子朝不听命，那是你大家公路不算可言，就得帮你天下爱。唐家公子不肯找，我到今夜临在意，主尊公子不愿来，结局方才可不去，这样我不能拒绝，无能可对，但是不知但是不知道，我本着结果这个人生。听他眼泪，安同情意。王家女岂不恻隐心？
他不将他来办罪，难逃家风虚妄。明日倒有个两全之计。只有两全之计，你夸说来。公子，我还跪着你。哎呀，起来！谢公子。此意是此，在我到后宫空上良辰。是公子请。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看到的是由浙江电视台影视娱乐频道主办，由浙江省演出有限公司承办，以及绍兴小百花越剧团、余杭小百花越剧团共同协办的北大傅锡康、雪元康2015第2届越剧春晚越剧名家精品专场的表演。我是主持人小杨。各位好，我是浙江影视娱乐频道的主持人杜冯心怡，今天很高兴和各位相约在这里。那今天首先我们要感谢北大傅锡康、雪元康对2015浙江越剧春晚的鼎力支持。其实作为我来说，最喜欢听的流派莫过于尹派，因为它听起来唱腔非常的糯。而在尹派当中呢，有一出代表剧目就是《沙漠王子》，这是在69年之前的今天，也就是由我们的非常著名的尹桂芳老师和竺水昭老师在九星大剧院所演出，当时也是非常的轰动。其实从小听也会唱两句，比如自己的命儿我自己算。大家觉得他唱的怎么样啊？有点像流行歌曲啊。谢谢你们违心的说好的啊，谢谢。其实你刚才说的这出戏哈，这个《沙漠王子》其实被不少的演员演绎过。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尹派小生齐春雷，为各位带来《沙漠王子》的选曲《探月》。掌声有请。爷爷，你到底在哪里呀？在哪里？
今也团圆，为什么不早人间引人伤？是什么引我心越焦急？为什么不早恰叫兔女郎？是什么比天使星月而明？为什么不早一离？谁护别过王子，王子请珍重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风雪寒梅李三娘。各位熟悉越剧的朋友就知道了，其实它就是南戏名剧《白兔记》哈。没错。讲的什么样的故事呢？是这么回事儿：五代十国的时候，战乱岁月，牧马人刘知远入赘了李家为婿。妻子李三娘聪慧善良坚韧，两人是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好景不长，当李三娘的父亲去世了之后呢，李家兄嫂就开始欺负刘知远了，所以刘知远是被迫从军。因为善良的李三娘是不愿改嫁，也受到了兄嫂的欺负。是，其实这个《白兔记》呢是四大南戏之一，还有包括像金钗记、杀狗记、拜月亭。在这当中啊，李三娘还有刘知远的爱情故事，看的人是唏嘘不已。那今天带来这段故事的会是谁呢？各位郑重介绍一下，来自于浙江越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文化部文华表演奖得主王冰梅、华卫强，为我们带来其中的选段是我们的回书，掌声有请。刻过他旧情，终
父千金迎送女，为我本是坎坷心头伤。老爷，你也在思念要见娘了。不，老爷自信气身了rồi，已是6年了。夫人。不过，老爷今天应当高兴才是。这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真能忘记13年前的今日是你我奉旨成婚之日呀！就算记得，那该为着他喜之日高兴才是啊！唉，我刘知远能有今日，多亏你夫人照顾得周呀！老爷，公子在了为夫。快回来了。弟弟母亲。了。快一路上来，怎么生来？弟弟，为了不到10天，怎么就回来了？可曾扑得无鸡把土啊？半途引路，还到了沛原李家镇。哦，那不是老爷的家乡了吗？是啊。嘿嘿，你怎么走得那么远呢？在那金代边，结义夫人风雪淡水，十分可怜。淡水种地本是男人的事情，她丈夫到哪里去了？她与儿子吗？丈夫从军一去无回营，儿子送往滨水城，已经整整16年了。真是奇于此理。不知那个父亲父你的丈夫姓甚名谁？她丈夫姓雷。也姓雷。雷什么？孩儿不管事。你这官事，你父帅最恨那些忘恩负义之徒，定要查明他的底细，即便是个当官的，也要严惩不退。老爷，你说你？严惩不贷啊！儿啦，你这官大胆地讲。母亲，她丈夫叫吕志远。这世上同名同姓的，到底恨你老爷。夫人，想必我儿定是我了，你去准备一些点心吧。儿啦，为娘给你准备点心去了，你与父帅细细讨来。
夫人还说了些什么？弟弟，16年前魔王踩下一子，被兄嫂抛进鱼塘。那孩儿死了没有？被一打不举起，千里迢迢送到滨州，那孩子这下取名姚金郎。要去了。可怜那夫人杀丹岁月，爱慕4年娇儿，盼望丈夫。那夫人可真给讲？必当给讲。我以为等。请送信在此。弟弟。娘，弟弟，你这是怎么啦？他就是你的亲生母亲。你就是16年前的姚金郎。儿啊，不要大声喧哗，被你母亲听
亲家。不，他不是我亲生母亲，我不是他亲生儿子。陈友，你不，我不叫陈玉，我叫姚琪，我叫姚琪。夫人，夫人，陈友，你杀了你母亲的心呐！你们传的是情报虚伪，切的是山珍海味。可是我那亲生娘亲，你们知道吗？八风刺骨，冰天雪地，他碰头牺牲一生破衣不哭，临敌无靠无依，才貌见谁做女做马，等了你弟弟16年呐，16年呐！你们为什么要骗我？陈玉，为什么要瞒我？陈玉，害我娘亲，谁不对起，害我老师把你分离，你们的良心在哪里呀？你们的良心在哪里呀？陈玉，你。小朋友，我当年我心思到家。我老伤好，我本想见你娘的归巢，谁知道李红心给家摘下了
成婚家呀儿女把亲娘
真的是名家一个接着一个。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位名家，他是著名的王派传人。他曾经出演过《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没错，他就是单养平。其实早在12年前呢，单养平和赵志刚等老师一起将著名作家巴金老先生的家成功改编成了越剧的舞台剧，而且在巴金诞辰100周年举行了展演，当时是非常的轰动。没错，那今天单养平老师呢，也是特别带来了他所饰演的梅表姐的重点唱段《故地重游》。那接下来，各位戏迷朋友们，准备好你们的掌声，让我们请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文化部文华表演奖得主单养平，有请。掌声有请。
其实我们在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越剧呢，和一位爱国诗人有关。哦考考各位在座的观众朋友，好不好？考考。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各位说的是哪一位？你还没念完，我就听到底下有戏迷朋友说了哈，谁？陆游。对不对？有人甚至把待会儿要演唱的这位越剧名家的名字都报出来了哈。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这个陆游与唐婉呢，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蔡浙飞、张艺清，为我们带来陆游与唐婉选场。相信两位大家都不陌生哈。蔡浙飞师承越剧影派兼徐派小生演员，张艺清师承吕派花旦演员。那这两位呢，都是国家一级演员，文化部文华表演奖得主。掌声有请二位。有请。是
我
前天要来，母亲是有所察觉，总以身体多病为由，强迫我读书，不离左右。我哪里还懂得情书？完了，我也是白天想你，夜梦伴你，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你。年轻人比黄花水，为求你人相红了，两心不渝长相随，一片苦心总须我母亲儿子爱成舟，你也为成全泪长流，我为母将你红了，你无奈之举配天人，我们呀。却是有同兄妹，兄妹再把身
妹，你团长希望花车开，我心痛自家年累累，曾经不得是我不得志，只有你高山流水情无语，当时情婆媳不因我情，所以为难两不争，妻不是莫错明昂正中下夫家语，内心有灵犀，我与你今生情不了，来世亦不得。我们朝廷已并无长江之差，什么为作？将你父亲也调往杭州来了。我弟弟到杭州来了，小红，快拿笔言来。我们如果你及弟弟书信一封，要他为我做主。我们，你弟弟威武之将，霹雳之心，爱你受气不可胜来，反复他事。还是我借父行慰问之名，疏通有无动来，与我母亲以虽作之情，劝和。也好，那你什么时候走？小贼就等在了下后边。如果我害怕从此分手了。哎，我3、5天就回来嘛。那你走吧。我来帮走，我去了。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看到的是由浙江电视台影视娱乐频道主办，由浙江省演出有限公司承办，以及绍兴小百花越剧团、余杭小百花越剧团共同协办的北大傅锡康雪元康2015第2届越剧春晚越剧名家精品专场的表演。我是主持人小杨。
各位好，我是浙江影视娱乐频道的主持人杜冯心怡，今天很高兴和各位相约在这里。那今天首先我们要感谢北大富西康雪元康对2015浙江粤剧春晚的鼎力支持。那接下来的这一出呢，我相信在座的这个戏迷朋友们其实都非常的熟悉，我就要考考你了哈。你知道孟丽君讲的是什么吗？这个作为资深的戏迷必须得说道。其实孟丽君这个名字和杭州很有关系。哦，她是杭州清代的才女陈端生的长篇弹词，叫做《再生缘》当中女主人公的名字。那后来呢，也是有一系列关于她的戏剧作品。其实孟丽君是厉害啊，当年她的未婚夫皇甫少华被奸臣所给陷害了，她为了救夫呢，就男扮女装离家出走。但是她很聪明，甚至呢当上了这个宰相，后来被这个皇帝给看破了，说来吧，给朕做妃子吧。他坚决不从，于是呢，这个太后从中就帮忙，最终帮助他是除奸就忠，也是和他的皇甫少华最后2个人完婚了。看来还真难不倒你啊！看了好几遍。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荣幸的请到了上海粤剧院红楼团国家1级演员张瑞红老师。那张瑞红老师啊，各位非常熟悉，是师承我国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她是中国戏剧梅花奖白玉兰表演艺术配角奖、中国戏剧节优秀表演奖的得主。而且厉害了，今天这出戏是范派王派的结合，我们一起欣赏同为梅花奖得主的单养平、张瑞红带来的《孟丽君探病》。有请。恩师请快，这是孟丽君生我的死亡相。哦，这是孟丽君的死亡相，真是。那我倒要仔细地看上一看喽。恩师请快。画得好是画得好啊，画得像是画得像啊，我说是画得十分好哦，我说是画得十分像话并不能从今上，连续呀，暴风来自红水上，青云玉露送人上，你与他有情人总能成眷属的，无需交草不用慌。此情是好风一领红风上，只怕他做了
每天开刀斗家营，我为他夜夜思梦难长，一片真情为天表，无动于衷为哪当？他那里字字句句诉风的我这里方方层层句为长，他今凄凄为我思念，他恨深深怨我就近忘，他双缕缕女中带刺挖苦思念，我万千苦衷他见不讲，常言道水里路走难成，我心中有话真讲，人世伴君是否苦，一旦有红要爱父郎，奸人为子我真下当，少娃呀这那杀人的事情理不体王美君，我与你明明近在咫尺，却似东马路。你呀，你呀！吹过美玉开去破，你的心事瞒不过。平时为外取君财，担心这里杀生活。3年来你为平花落，兴家园，事出有因，万不得已才遇错。更何况你我两家功劳大，何惧万岁不娘子，堂上更要听你在，同为爱不是孤岛遇到苦。李君啊，要是万岁私婚两家女，这造化是我亲在府，把这看起即将到，你请我犹豫再从容，你让再把事情
清澈，临日近，想必他你的心事早思想，你看他柳眉淡扫是为啥？想必他心中定有好事发。是你出轨啊？哦，出轨他了啊！恩师，你怎么知道我出轨他了呢？也气，既然他过到远远走天涯，明日不离心，女子有思想，言起你恩公无法背对他怎么样？他的为今生是海来报丧。好，唱的太好了，我都不想上台了，我特别怕观众把我轰下去。刚才在后台的时候，很多人问说，哎，为什么你会唱那两句这个尹派的唱腔？其实是在送戏下乡的过程当中呢，认识了一位我国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我们的这个尹桂芳老师的弟子，也是一位男生。他教了我两句，一句就是刚才的，另外一句更简单，两个字，醉啊。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的越剧王子赵志刚老师。哎，没错，赵志刚老师是观众非常喜爱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同时呢，他也是师从我国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老师。从艺40多年来，赵志刚老师其实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唱腔和表演风格了。那同时呢，他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化部文华表演奖得主。现在呢，杭州的戏迷有福了。2010年呢，赵志刚老师和陈氏老师在杭州创立了他们的赵氏工坊，进行戏曲作品的独立制作。谍海情僧我没说错，这就是僧人的僧。这是我们的赵老师独立制作戏曲的第一部原创大戏。那么今天，让我们有请特邀而来的赵志刚老师和陈氏为我们带来谍海情僧灞桥分别有了。有请。新春春
要尽心参与公有之何必勉强？何况我已是方外之人，再不必留恋这些生死的事了。怎么，天香又闻到鬼子天香了？是啊，莫非是你妹？你妹？外面风冷，快上床吧。四哥哥。
对你父亲困死，不能累呀。是他一定累不了，他弟弟已经把我紧紧地管着，可我不能不累呀。我知道。是一腔山水迢迢渡艰险，土苗在人下，似同一丝丝，是娇美难追风华，问君去。人们此次为谋杀下，小姐江上万人，你就陪殿下迎接百年去还吧。是呀，今日聚会非同一般，这贼一定要赢，一定要赢，一定要赢。到人，将天托中。
风筝断了线，难为你也没安慰把雨分。北京村中意，叛乱死生生配魂人。我本是乾坤有灵在，轻巧人初度岁月。
年，何所感觉现场的各位听得还意犹未尽哈，听得还过瘾吗？不过瘾啊！那接下来我要为各位请出的这位，在座的各位是相当熟悉了哈，就是我们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范派的传承人，越剧名家吴凤花，我们的阿花姐。
说起阿花姐，各位知道她是2次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相当的了不起。那最近呢，阿花姐也是出演了越剧大戏《屈原》。其实出演《屈原》这出戏对她来说也是相当大的挑战。她曾经就说，光背台词就是个非常大的挑战。这也是考验这个文言文的功力到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屈原在《离骚》中很经典的诗句，而这也是体现了屈原的一种精神。我忽然在想，在历史上，屈原为了实现自己的改革理想，可谓是不断的执着追求；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阿花姐为了事业的不断突破和进取，同样是呕心沥血。所以在这个时候，仿佛我们的时光隧道开了一道门，阿花姐和屈原在执着2字上得到了共鸣。所以各位，请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让我们有请阿花姐为我们带来屈原的选场《天问》，有请。自道自清，与吾所思，与吾所想。斯日认为，吾人能了。斯不能宽得太轻，轻了男女作为。深啊，不能言得太深，太深了难以自拔。你就不能给你的为臣自讨吗？江山易改，兵行难移。这倒是句他说，你的兵行害了你的身呐！对楚国的言谈，难道不该进一记猛仗，下一记猛药？结果呢，国破家亡，连玉儿都跑到秦国去了，连玉儿都跑到秦国去了。
佳、花姐，谢谢今天晚上为我们献上精彩演出的所有的粤剧名家们。正所谓，百年粤剧精品荟萃，百花齐放，异彩纷呈。正是我们的一方水土，养育了我们一方的戏曲。正是因为了我们浙江大地的灵秀，才有了我们粤剧的清婉可人。在这里也要感谢我们的戏迷朋友、票友们的大力支持，谢谢你们，谢谢。今天晚上其实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忘情于民族文化瑰宝戏曲的天地，感受着它博大的内涵。那今天晚上要谢谢在座的各位，谢谢所有我们的粤剧表演名家们。当然，欢乐的时光是短暂的。今天晚上，2015第2届浙江粤剧春晚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在这里，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主演们，再次感谢他们，把他们请出来，好吗？有请各位。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上海粤剧院、浙江小百花粤剧团、浙江粤剧团、绍兴小百花粤剧团、福建芳华粤剧团和赵氏工坊。感谢所有粤剧名家的倾情演绎，也感谢北大复兴康血源康的鼎力支持。谢谢所有粤剧票友们、戏迷们的厚爱，谢谢你们，谢谢各位。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以及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今天观看我们的演出。再次祝各位羊年新春大吉，三阳开泰，新年新春快乐。谢谢你们，谢谢，也谢谢我们的老师们，谢谢，谢谢各位老师，来年再会。